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做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，今年是第一届伫台北来举行着年度的峰会，有25个国家的政要组成海外的访台团，要共同来参详着台海的情势。结果讲中国甲对台湾友善的议员施加压力兼威胁。 要求因莫来参加这场的会议，咱的外交部是强烈来谴责，讲中国的行为卑鄙。代表政府表示诚挚的欢迎，我们 APEC 代表团的各位贵宾远道来访。2年前接替访团成员，如今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APEC 要头一摆来台北举办，将近25个50位政治界重要人物，史上上大胖的海外议员要访问台湾，要针对严肃的台海情势商议。不过中国争拗了后，动作不断。 根据美联社报道，大标题写上少来自6个国家的议员叫北京外交人员施压，恐吓要阻挡因飞来台湾，其中就包括巴马基顿议员接到相关消息，相关信号来自中国大使馆。听讲你收到 APEC 邀請函，你敢會參加在咧台灣舉辦的檢討會？各普述戀愛議員講，中國聯絡伊的政黨黨魁，要求伊袂當飛來台灣。 重要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会议，在台湾应该不分朝野各党派，不管你对中国的立场政策有什么不同的主张，都应该来积极参与。外交部全力回击，讲这卑鄙行为暧昧，安尼为着要让大家看到活动代表性，特别邀请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致辞，卖全场转播，要让国际更加会当看到咱台湾。只不过传出国民党团敢若无收到邀请函，无按时要参加。 不过，根据上新的公文，早就伫咧7月初9就发公文后，拿着被3党团，希望以实处比例派人来这参加。不管他说什么没有收到邀请卡啦、不知道啦等等，我觉得理由很多啦，但真正背后的原因很明显，他们怕惹怒中共，中国不高兴，国民党就不敢参加。我觉得民进党不需要在这边先射箭再画靶哦。那么，我认为我们如果受到邀请，一定会派代表参加。 毕竟 ，APEC 部面对破坏区域稳定行为进行批判，会当讲是对中工业派。不过，若是连台湾内部政党都无来，就烦恼互国际社会看到唔对的消息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